看是在地新闻，在地人在地情。来看台南府城普济灯会，1月24要正式来登场，要伫农历的12月25开庙门迎神的时阵来举行着开幕典礼。到时阵会有一个点灯的仪式，会甲4颗练灯的鼓灯装点好倒。 今年台南的普济灯会为24到3月7日为止，灯区包括国华街普济殿的庙埕，甲边的巷仔弄灯会是以光影再现府城新象为主题。东京铁塔、东京铁塔，这个跨年的一个展示吼，啊，拢顶头拢有咱普济殿的灯，然后伊嘛交流仙台的，伊嘛摕200粒灯，啊，日本的灯，刚好伫迄个区域。 普济灯会是由民间举办的，今年是第13届，已经成为台南过年时啊有代表性的活动。顶到有名声，下到有出名，国际国透名声吼，真的变作国际性的普济灯会。这摆灯会伫3月结束后，会刷到海岸路展开歌灯隧道的展览，互乡亲看到台湾文化的水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